现在坐缆车去太平山顶，我们要等下一班了。朋友们，我发现一个事情啊，昨天我不是淘宝上买了票没去嘛，也作废了。淘宝上的联票比这里现场买要贵得多。我之前一直以为网上团购门票是便宜的，现在看来并不是这么回事。来了来了，都站得累了。上次是17年来的，这个列车还是红色的，现在换绿车了。一会儿已经等了这么多人了。我们坐前面，镜子，前面肯定空，往前。这景色是没得说。终于来到杜莎夫人蜡像馆了，之前的票买了没来，作废了。今天现场买票，进去吧。我们逛完这个再吃中饭。我和镜子17年来这里的时候，到了太平山顶，结果没有进来，没有来这个蜡像馆。当时觉得门票好贵，但是这次来的话，要弥补一下上次的遗憾。确实栩栩如生啊！这里的游客要是不动的话，我都分不出哪个是蜡像，哪个是人。李冰冰，这个蜡像馆还是蛮大的，一层又一层。走 T 台了，走。张国荣，这个要拍一张的。再近一点，镜子再近一点。库里、姚明、C 罗、贝克汉姆、刘翔、帕奎奥。中午在太平山顶吃个披萨。对老婆绝对不能省，最好的投资产品就是它。赶快吃吧。我们现在在香港的摩天台，哇，真的是无与伦比。可惜晚上都要演出，没有时间，所以只能白天来。本来的话，夜景会更加震撼。下山了。